太子妃体内毒蛊刁钻狠辣，以草药压制，只能暂时缓解。这些孤都知道，孤是问你，如何将蛊虫引出体外？现太子妃伤重，心脉脆弱，蛊虫强行离体，恐毒性大发，到时就真的药石罔救，恐无力回天呐。就没有万全之法吗？这蛊毒乃南疆邪术，实在是……殿下，我回来了。我搜遍了碎星谷和圣王老巢，把所有的解药都带回来了。快！好。禀殿下，这些都是对蛊毒无效的呀。啊！如今只能先保母蛊素体无恙，太子妃的命才能暂时保住。老臣这就去寻书问道，定能找到破解之法。去吧。是。阿月，自从你出现，我月把灰暗的世界终于透见了光。我不用再像小时候那样，在感到孤独无助时，靠假扮弟弟来宽慰自己。所以，我不会让你有事。你一定会平平安安地站在我身边，陪我度过往后的每一天。这是为何？七皇叔，最后一刻。不要！结束。母蛊以血为床，可以以血为饵，诱其易主，或许可以救回太子妃。阿月，阿月，
来，我找到解救你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就你不会是在诓我吧？杜宾，我在，去趟郡主府，把沈墨的果也解了吧。是。尹国公，老臣拜见太子殿下、太子妃殿下。尹国公不必拘礼。老臣今日来是特意感谢殿下赠送解药，小女已经大好了。那就好。从圣王府里面找到了一些解药，给尹南瑶治好了病。殿下，老臣有个不情之请。如今小女已经痊愈了，又到了该嫁的年纪，您看这……姑怎么听说尹国公有2个女儿啊？您看我老糊涂吧？老臣的2女儿尹南瑶，自小体弱，一直将养在闺阁，不见外人。如今她身体已经好了，也该像她姐姐这样找个好人家了。小月，你意下如何呀？你爹得问你话呢。自然是好，希望妹妹早日寻得良缘。好，我听说你身体没事了，要不然跟爹爹回家看看。你娘、你妹妹都牵挂着你呢。去吧。从今日起，姑的太子妃就改名为尹月见。也太难听了吧！殿下，老臣告退。